动万千呐。是，这些都很棒啊。你是不想要吃豆腐？你放回来干嘛？哇，猪啊！你要煮呢。你中意哪个師傅啊？啊，你兩位中意哪個？我全部都優秀的，優秀的。阿波，我發現你停留在我身上的描述比較多。誤會了。故事就要笑到嘅。哦，較少對唔？反正仲有貴賤下，貴賤下。全你全部份 Selfie 個帶轉以後，嗬，少。到底嗎？懂。這個就是暴增色彩，用來耶妹，係嘛？聞到兒子的味道。有嗎？聞到。我倆得強咗。有，我兩不能講。阿波係很凶的，所以得沙西米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係中白跳。當今我哋都要到尾嘅，喺到新竹香山嘅一個自責宮哦，都要到尾嘅呢。唐講，今年將開始到咗禮拜四嘅時間，我有一個廿四嘅都要到尾嘅。呢一片嘅廿四棟救命哦，係今年長就開嘅。哦，香港呢一片就3天平安泰，看住哦，有60件以上嘅店面啊。哇，不錯！你講要到尾嘅來拜神明，平安呢發安布頭嘅時間，咪做得食到菜體好食嘅米色咯。好，唔過馬上呢要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之前來分享到嘅係阿志亮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志亮。阿亮哥好，大家來分享到係林訓吉林師傅。朋友大家好。哦，阿吉師傅好。呢節目呢來到第4年，天天呢有一道挑戰咋嗬？之前係講冇得到親口親滿意嘅成績嘅話，呀下呢連連沙沙會都再來過來挑戰呢。先來分享到風吹嘅參賽者，我哋組呢係哥哥同妹妹共下來比賽哦。分享到係小奇哥劉景明師，歡迎。哇，好朋友咧！大家好。哦，都熟識咧啦嗬。看下咱這裡一片係新朋友哦，係來自竹北阿婆老師強下來係劉玉玲，然後湯淑漢。歡迎。哇，很快動機好哈。真嘅。小奇哥之前去去年來比賽係嘛？去年來比賽啊，好。請教一下哦，你喺1年當中有發現到報賽也到尾嘅，推薦嘛個好教好食好料嘅冇咧？呢2年有加一隻小師傅，報賽咧新嘅一隻景點，佢去咗將當中師傅嘅拱橋，哦，喺隧道引有一隻眼前嘅真正，暗部頭還有一條光雕燈光更美。真勁哦！浪漫呢。哦，做得去幾到尾來散步。所以看一下咱出嚟一片係來自竹北啦嗬，竹北糖果美有隻蔬菜景點哦，做啲推薦哈。阿婆，有竹北嘛個景點做啲推薦，冇睇下啲麼？條附近就係完美拍照的地方，哦，動應去打卡。哦，那邊我有去過。那邊可以拍什麼？也就跟裡面人家說的消波塊啦，吼，給到邊一堆一堆，佢有哎呦切切拍，當中嘅豆腐切做一台堆一台堆啊。哇，所以你看吼，今日呢一片係阿婆老師強下來非常友好，啊這片啊阿哥老阿妹強下來，老妹強下來，到底馬啥會讓呢？馬上出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風流蛋，梁翠會用現改嘅方式結合主要食材，撒點衛生紙巾來做嘅料理。第2之前，唔啲會取到乜嘅食材嘅情形之下，梁翠會因為條件中撒變到手腳來唔參謀。還有梁翠冇取到嘅食材，未為咗煮出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出乜嘅上多嘅料理呢？最挑機、最神奇嘅比賽，啱是開始了。好，又到係料理風流蛋一關咯。先來請阿森子師傅公佈一下今日菜色。我也水雞料。哦，梅汁雞柳，聽起來就好好吃哦。我就是期待到底我會講到什麼時候會換前面的食材。兩罐神奇嘅素菜係講哦，因為新居師傅佢本身係做菜嘅，對，假使嘅應用拖到咁樣用嘅啥咧？冇相干，也會調餡。它只是走宰出來，它還是可以摸豬肉啊。也是，好，兩組都排出代表咯。馬上二來猜拳，好，給明。我們派阿婆好不好？好，雙輸大對決哦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阿媽好猛哦！阿媽先殺之人啊！好，來，阿婆，將來唱歌你要想乜嘅事？你到好咧。好，1、2、3，好。
很成功哎！哦，巧了，哇，阿婆用会滴啊，你用会滴啊？哦，阿婆以为已经得奖了。哇，好来，开心之余还是要站回来。好，远景趴，其他两位社团感受厉害的那一个？两个。好了，好问答哦哈。哦1、2、3。啊！饭团呐！哎，这个也很棒啊。梅枝饭团。对，梅枝饭团懂餐掉啊，我觉得很棒。海苔文院贴的。没关系。好哎，那样我们有食物师帮我。好，来先拿着。考一下。好。来，甚至师傅自己准备的食材自己承担。好，有期待了哈。1、3。哎呦，出头夫，秋豆腐。今天的食材很平易近人，都万千呐。是，这些都很棒啊。你是不想要吃豆腐？你放回来干嘛？我要煮呢。哇，你看看得出来阿婆的水饭鱼哦哈。好，安用睇下都厨后色彩花，马上就会看啊！安用无叫色彩用的老模也是用下来做编发，今行踢馆嘅挑战。好，都带你老样模也水，我老的无叫色彩用来做编发，风水厨到嘅係睇下色就加接上會色到嘅嘅三角飯團，先嚟滿看啊！風水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各位看一下咱嘴里阿片哈，好，阿婆老舒涵、龙沙有信心冇？有。你看阿婆上去，阿婆吼，除咗幾牛個後，繼續靠天兒，佢咪會贏。可能佢今日造型又是三個飯團哦。兩組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哦，阿婆昨天可以學耶。哇！阿婆蓄勢待發呢。今天拿的食材就是副食材，可以說都蠻溫和的，安全牌。果然是盛智想的。哎，哇，你看一下造型冇學嘅御飯團。哦，太極很厲害耶！啊，佢地背都有料誒。有。太極你要剖的嘛？對。其實地背有料，店都係有點咩？會不會太大？你把排掉。他可能是看我的嘴型來做的。那可能就不用開了吧。所以改下想法係嘛改啊？手到了三個飯團的時間。是做啊，冇法做啊。運氣啊，手到了啊。所以我用剖的啊，也係用剪的啊。用剖的。哦。其實大姐，我覺得你好像不用在意海苔的完整誒。不是啊，用太緊。不是，你那給用用啊，全部海苔 Kim 落去唔係做得嘿。沒咯。你們等一下會用廚師天數眼嗎？哦啊。要什麼時候用嘞？你剛剛講好啊，時間啊，想可用可不用。我跟你說，他們兩個現在基本上是沒有在聽的。有。聽不到的。我你阿哥吼，少傑阿哥應該動就勁嚴嘛吼。有沒有跟那個妹妹講一下這次的作戰計劃？有，因為他主廚，他是主廚，你是副廚。哦。可是我覺得炸的時候，要不要等下請師傅來？好啊。隊長很擔心，那這樣你先包，我等下多做來好冇？忙我先標哦。我叮。好，拜拜。哇，你看阿婆，哇，手勁很強哦。阿婆，該下講油的時節咯，你可以追台上呢，真的。謝謝啦。阿婆，你平常有做攀蟲安用誒？我冇做專門做飯的，天天。哇！用用按流量。通常用那加起了200來呀。係啊，你這大200。那這個寶貝。你講到幾幾大批誒？都地度係嘛？做不要做寶貝。唔但講走班哦，他會走700。真勁哦，就他改米色啊你。啊，前面係書涵了報名的嗎？哎。哇。按下阿婆。書涵，你是不是有一點不知所措？不是阿婆要做什麼？很好了，這樣就好了。哦，因為這樣就好了。你摸有會多久嗎？做示範。什麼？做示範。哦，好。做示範。做西的。哦，要冇分啦哈。我冇做西的。他是說切做西的哦。做你以為按面啦？哦，有按面係冇。好，阿婆，你等下了會哪去鋪吼？嘿。阿婆平常有看你的節目嗎？有，以前有看過。真嘅呢？那你喜歡哪一個師？你中意哪個師傅啊？哎，另外中意哪一個？唔過全部都優秀的，優秀的。阿婆，我發現你停留在我身上的秒數比較多。誤會了。
俺刚才切个须节系切葱挑哈，冲挑因为鸡柳的那个柳，还没就会柳就会闯形的意思啊。阿婆，你看他去都盖那个须节的，我看你笑到合不拢嘴呢。对，你直接要发表得奖感言的。他有住过，他重住了。嗯，你原本选的，哎，我们要求救了。有哈，我们等一下给我转到呀哈，拜拜。正批后生黑毛准。备师傅腾熊爱，好，高空改100哦，来，初四腾熊爱，好，我先马莎。点2个都很厉害啦。我今天点两下就劲呀，买好嘞。两，喂，你是说比较老的吗？对，有女朋友的这好像经验是比较老的意思啊。好了，预备，继续开始。硬是按算用剪的啦，用剪的看我先哟。看唔色最有就按多。哦，我对这种歌是很放心对。啊，真的吗？对，那我因为你压力好大。可以太串烫了，所以不是这样。所以可以按用剪黑戳的哈，有像鸡柳的形状嘛。这个我可不可以倒起来？倒起来，我帮它炒啊。好，倒炒是不是？也带来剪的哈，剪啲插来，一片炒诶。一两片的收。小黄瓜今天不会这样捞哈。但係人有沒有裝面那個？裝面的撈來。有啊。哎，一些些條有一些些頭。哦，豆薯。對。沒一撈是一開嘅，咁的。一撈開嘅，一撈開嘅呀。現在不用撈起，叫佢多啊。好。OK。對。哇！哎呀，注意哦，要動腳哦。新竹的時間是不是也過很快？比較快呢。但是我不得不佩服你嘴巴講話講好快哦。但是應該長嘅是吧？哦。會不會沒有聽懂？有幾兩個聽過好。你是不是現在轉行做饒舌歌手？你上來啊！所以你要差不多會剪球球啊。剪筆唱開口盡量先剪筆啱來。剪筆啱來，有個吹，有個海苔就會切，就唔會翻就唔會跌出來。好，那我們就先過去了哈。哦，加油！哇！全部下去哦。手很主播拿破血呢。最大火的好嗎？好，最大火。最大火。給你火大。给你。最後台。我們先誇獎一下阿婆吼，婆到動火款呢。阿婆這是要來贏的。阿婆，你們一直都在養這麼的樹頭嗎？我衝下去。走，用我喊的，我覺得我們不要吵他們。他回鍋了，你看。回鍋渣。好厲害。珠海，珠海，阿婆做菜好什麼？好食，懂好食。熟土當腳啊！加個熟土，加水嘛？喂。哇，阿婆，你弟弟冠就出示腾讯来拍 ND 吗？啊？厨師幫我而容嗎？應該方唔是哦。冇事啊。冇事，不是。阿婆冇喊。沒事。阿婆冇喊，冇吵氣啦。來改下都休息哈，休息室先門機啊。阿婆，我盤底的沒拿來，不會啊。我們還是不要講題外話好了。我阿婆轉型做了。我覺得你們已經贏我們很多了啦。差唔多誒。阿婆，給這麼多路全部攞一波邊嘅蚵仔煎哦。你也姓上呢？冇啦，大半呢都要。這就大半咯。哦。這樣多。阿婆，蚵仔煎你啦。小。做對嗎？等候。老師兄，我算一對哈，教一下大家方法。室溫放7天就差不多了。那個太酸了，太酸。哦。這樣多。阿婆，我會剪你啦。唔怕，加些水落去啊。有。剛剛阿婆有水就加落去了嗎？有。阿婆，我加蒜絲嘛。分拉蒜嘛。有辣蒜嗎？哎呀，吃過呢啊，分拉甜嘛。分的甜甜多誒。如果我了日本的啦。日本的分呢？係。日本朋友看呢。哦，真嘅他唔拉蒜哦。唔拉蒜。呀，拉蒜呢？糖lau蒜絲都要哈。這是油吧？哎嘛，你們想害我啊？對，他是想害阿婆。哎，阿婆，我呀用廚師天數眼毛，等下全部都會怪記嘅。大半叫唔怕。大半叫啊！大半叫。哇 ！OK 啦，阿婆有救回來了，變水了。這樣唔怕，因為日本下鹹濃。太酸了。阿婆，你確定要一直加？我們吃一下米頭嗎？拿唔抽咯。這是油嗎？我跟你講，要蒜絲。等下做水母哈，阿婆做的醬可能哈是大鑊哦。對啊，
阿婆，你还没煮咖喱饭呢？你吃看看。都是吃看那么了。做对了，做的。我全部是这句话哎。阿婆没有再跟你煮2人份的啦。小，谁我生意哦，谁我。懂得吗？等候。排版。那我就放心了啦。这等下拎落去。排呗，没，他拎落去啊。那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先过来。好了。哦，咱最好嘞哦。有吃蜜桃吗？这颜色差不多了。哦，两片没差不多嘞。那你色水就当酱。嘿啊，2片色毛强融。对。那边的色水较酱一些。模暗糊啦。好，那我们就倒数了，因为我们这边没走对了哈。好，现场马上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试试看那铁罐底度也个梅的水加料，哪家较好食咯？好，等下呢，你也感觉用梅的水来变化做料理，先试试看那风吹，用那个3角饭团来去煎，睇下来试试看哦。梅子冻的海苔冻好食嘞。我吃到记到酸甜的哦，调到嘟嘟好，那个水妹哦，淡薄还有溜热地的梅子肉，哎呀，画龙点睛，冻好选。这几个满意吗？满意。两还没100分，第100分。加那个尾鱼那个，还有那个梅汁，酸甜的味道很搭。冻干米哈，好食。有引起你之后呢，这算是你主导的这一道料理的粥饭不？你满意吗？满意啊。因为俺们去拜寿嘛，还是想讲向下煮会变模样啊。对。啊，我是想攞去包起來，唔會愛散啊啲啊。哎呀，唔當聰明。係啊，用真會要夾佢嚟感覺啊。吃起來有層次感。有層次感。唔會按跪下盤，按凍筍，按樣嘢。好，懂會形容啊。好，然後就問一下線上哦，對呢一套菜要買評價。好食啦，有入味啊。那薯海已經吃到嘞。酸酸甜甜的，好吃。我吃到吼，真要感謝一下阿兩哥，因為嗰種店的風險吼，除了客家豆之外哦，佢冇按食油，所以吃起來很清爽。然後就完成一下冷水的一片下正統的梅汁雞柳。哇！阿婆老爺嘅雞肉嫩都當嫩呢，嗰個梅醬面調得真好，它的粉呢又厚薄度剛剛好。係啊，假使冇講嘅香菇肉哦，我認為係雞皮肉嘅，凍嫩凍好食。冇怪阿婆家下要落去按摩凍條。所以幾個人吃用白？好吃。有麻汁高嗎？如果再酸一點點是。我更酸一些。有。你講的有對，因為梅子就是要有酸甜，對不對？要更酸一些。就較好玩一下。李明記你吃到咧？好食啦，肉凍嫩啦，唔會按肉啦，唔會肉凍嫩。哇，較酸一些可能會較好玩。假使想算一道哈，教一下大家方法，室溫放7天就差不多了。這個太酸了。哦。阿婆那一片的口味哈，可能係味道比較順啊，就是舒涵喜歡吃的口味，對不對？對不對？係啦，講咧係人講，睇啲嘅酸咧，然後料底唔咁酸啊，都唔按酸啦。係啊，主要係甜啦哈。那個阿婆呢挑個便宜粉呢，比例最尾沒挑到嘟嘟好，剛好有把那個醬扒上去。哦，啊舒涵到阿婆講一下好咧。阿婆好吃嗎？都得啦，都得哈，都得等好吃。我們睇下，你知道有什麼啊？然後給我弄一下。等好吃。提起白煮是阿婆煮的一個梅汁雞柳嗎？提白煮啊，他在家裡練好久。真的。哦，所以按用糖起來哦，各煮吼都有冇強人嘅想法，不過都在師傅運用咩評分呢？夾落看。鏡頭嘅時間馬上就會到位，現場呢個阿志龍師傅搶本分數。耶！好，等下看一下阿菊師傅搶本分數。冷水一步。平手，志龍師傅先來公平。先講風水那邊哈，佢將料夾落當好，因為佢飯，所以應該就會米冇香到。一絲絲咧，你連下下嘟嘟，所以就唔會衝梅樣嘅。好，嗰陣就有海苔剪到切切，
然后下伊多多接落去伊说几仔有海苔有酸酸甜甜的面是，嗰啲人个色水又做到，头油又变一些些的，小米就会出来。用些头油系嘛？我知道吃夹个片的鸦片就会有一只头油的小米，所以我现在风吹。啊，冷吹那边我说阿婆专门给用10分的弄豆腐丝，但是呢，我知道可能少一些些头油，也係個少一些鹽，只有甜啲呢。啊，蒜我知道就像阿婆講嘅，有啲人愛食蒜，有啲人唔愛食蒜。啊，但是鹹嘅話冇食到，所以我知道有些些大蒜，所以我現在風吹。謝謝。好，阿朱師傅還有個講評。哦，我尾盤南推呢片呢，係而家處理嘅雞肉處理到凍好清嫩，還有嘅果嘅粉啊，就撈啲嘅醬料做嚟包覆在上面。我適當咧凍好先，鳳推呢片呢做到每套我凍好，啊適當嘅海苔啊，還有翻做嚟剪較久一絲絲的，本嘢較長，有嘅鍋巴用嘅乾膏會較好。哦，更長一些的安尼。好哦，阿娘亮煮煮各個第一份，阿婆唔好呀，可以來有心思呢，雨玲姐。雨玲阿婆，係啊，你有心思係嘛？你下拼粉冇鳗魚係冇？唔會啊，鳗魚。好啦，阿娘第一關呢，最平數，唔過剛下甚至師傅出到嘅係阿粗豆腐，都係用老妹嘅水叫我來做搭片呢，交俾你嘅甚至師傅。因為甚至師傅哦，最本面嘅食材係粗豆腐，處理起來有嘛冇共用冇？冇嘛個問題啦，你個粗豆腐炸起來凍好食。哇！那個醬啊炒一炒就會凍好食咧。好，好，我出到嘅係粗豆腐。好，首先我就撈料，切到一丁咁樣。一小丁哦。對，一小丁，咁樣炸起來呢會較好食。哦。我冇部署嘅雞柳牽刀哦。冇，唔是，咁樣炸好呢。較好食，畢竟它不是雞柳嘛。對啊，永遠不會切絲啊，幫你做個那個臭薯條。你剛剛在罵薯條嗎？冇，你這個臭薯條。哦，咁樣就好。我發現到切到用細粒，等下夠醬嘅虛節咯，它的吸附力好強啊。好，咁就做啲我用試油溫的概念。好，咁樣做啲咧，幫佢下嚟。唔是狗粉嘅哈。唔是狗粉。我幫你炸，哇，有像來到紙折宮的夜市哦。我應該就是擺一攤就做的哈。蒜頭幫你切。好臭。有嗎？有。等下就變香了，等下就香了哈。因為我自己是一個不會在夜市買粗豆腐生的，我不會耶。我貢獻了全台灣各種臭豆腐的夜市哎。因為無論係用鋪誒，也係煮誒，啊都凍好食。姜麻呢，幫佢切，切片就做得了，還有個凍好看呢。還有小黃瓜，鮮嫩瓜，幫佢切一片一片就好了。我師傅哦，問呢個，在鋪豆腐嘅虛節咯，該溫度撈住一般鋪東西嘅溫度就強啦。鋪個豆腐啊，溫度可以較高，170、180，用個溫度去炸起來呢，而家顏色會較醬。會較好，幫你切一片一片，等下我會擺盤嘅。還有，開從頭做嘛，也會熱啊用。啲啊呢，我會幫你做一個碗，等下就撈啲炒好嘅冰凍哦，係有較好看。冇用到哈。不能吃吧？上色冇好食啦。你個籽呢，幫你拿鐵。是的，幫佢拿鐵。因為冇有需要處理嘅方式，大家要看清楚哦，因為家下兩組嘅冇強用。好，這樣差不多。好。本件就該果肉咁用，炒到比較好食。一片呢就來炒，蒜頭，還有該洋蔥，還有姜麻，幫你先爆香，幫你先爆香。比較香哈。我覺得粗豆腐黑種用椒鹽的，我覺得還 OK。炸過該味道比較好。你該炸到酥酥就做嚟倒起來咧，倒起來。好，炸到酥酥哦。哇，漂亮哦。又挺刀嘅。好，呢片呢，你冇嘅水撈起來。全部撈起。哦，唔是切過哦。唔是，用絲呢？佢清完，用炒一下，佢就爛鐵咧，就爛鐵咧。咁你係唔會調價嘅酸甜冇？你呢要較酸，唔過我要撈一水嚟嘅調油，本件就該梅湯。家下冷水哦，就會差一點嘅調油啊。所以醬油是這個秘密武器哦。調油愛本件就該香味出來。
伊本身就会较酸、较甜，啊，老是调酒呢，它味道会较好。哦，调酒哈，本去呛一下，好 ，OK， 好。哦，藕圆豆哦，好，然后已经水，也是给它上色了哈。对，会有小米啊。哦，有香味，嘿。哎，像你下做的手头腐会较便宜分吗？因为水它就痛分的，哦，那用一直收汁机会就会扭扭啊，就会扭扭。金条都会走出来。好痛。伊水得该煮，哦，已经酸度会较大。啊，政府就调酒什么是加盐呢？嘿，冇做冇解。哦，你该煮豆腐，哦，做得嘞，用下来嘞。哇！啊，本去收汁。伊手狗是向唔会面体咯，软体。伊会较大个酱汁的低度。哦。那个刚阿志刘师傅跟讲都会色水，这个色水就懂讲。懂讲。这个就是暴增色彩，用来的美，系嘛？闻到儿子的味道。有吗？闻到。从了地强强。有点讲，阿婆还很凶的是一堆沙西米。我想问，如果说有一些人吃比较重口味，我们这改一些辣子味吗？做对哦，做对咯。会比较更有层次一些。你看那个哦，越煮会越牛。舒涵，那摆不很专一煮把它剖色咯。做对。哦，这片呢，我该刚才该葱头，葱头丸就本去，哇，上去。等下看马上修酱少哦。哎，那你旁边摆的那一根，不，我讲起会摇摇晃晃，我就本去捞个好厉害哦！你也做咧学的吗？做的，做唔得是，做唔得是，摆好看个啦，按就该先来挂，好，本去摆一丝丝的就好了。点最害。是洗了一个时间没哈轻松啦哈。就该抢色啊、黄色啊，那种较好看。我说鱼鳞镜看，按样做出来哦，就好像比酱安的，然后做饭的中央。快点了，我们少奇哥等不及了。哎呦，就好。冇水，出豆腐。按样就好色咯。好，这个出豆腐呢，落地一个梅水，Q 下来煮，睇起来吃色看哦。哦，哎，紧跟蛋肠蓉皮，种起来身在夜市的感觉嘞。好吃哎！哎，这种按牛会发，落地梅水 Q 下煮，出豆腐不会按米黏呢，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少单纯吃臭豆腐，它这样吃起来有点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嘛个？臭豆腐配着旁边的泡菜。嘿，错，你讲到重点嘞，因为臭豆腐哦，放到泡菜本来就系非常搭配一种组合，所以你一下虽然冇泡菜，不过电脑做得玩一下变做冇有肉，哎呦，其实很厉害的组合因为泡菜没下那种酸酸甜甜，那梅也水没 Q 用的感觉啊。Silky 哥，你知道嘞？好水啦，好水。好水就要少掉的。哦，较少掉的，俺用牙过煎下，过煎下。纯的全部本 Silky 哥带转移哦，哈。那就2地没冇切到。全部比。给云静车用班。第一摆像迄梅头的哈，那有热时的冇乜个重用，不过就到热时的臭豆腐嘛，又配小黄瓜哦，我试试过，较轻松。按搭配起来嘛，动好食啦。看一下，你一片线上应用版来评价。这豆腐有炸到。金黄色、金色、金黄色、金黄色，炸到。伊做的做人家好生的嘛。哦，头公海咯。哦，很高的评价呢。哦，那舒涵觉得呢？好吃，酸酸甜甜的，好吃。有其他的蔬菜吃过两种吗？冇哈。酸甜的，做得东西做不应该是。不是，要买臭豆腐。这种狗知道嘞。第一，这豆腐油炸到，第二，这梅做的米丝油调到，安尼夹姜啊，我会后背这小黄瓜
10分的加分，所以因为也係一個當好的料理。謝謝。按樣嘅想法以後吼，咱擺做得按樣來吃做看呐。如果各位觀眾朋友，喺講鳥不卡有出豆腐，唔知用樣變法來做料理嘅話，咱擺做老鳥不卡面從帶下嘅梅嘅，好冇？煎咩梅啊？拿出來做一下調味。唔過頭前一畢業，馬上出來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做下國家料。強陽日出料理，大家都會注目強陽嘅料理方式，兩處愛啲限甜嘅時間度，發揮自家嘅好手藝，完成主甜嘅菜式。到底兩處會掉出乜嘅澎湃料理呢？一家之主等於強下國家料咯。各位觀眾朋友吼，看到呢啲節目試驗了，大家到底吼，我係一個當好食海產嘅朋友，尤其係哦。大家都知道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為什麼？因為食就得變聰明。所以呢，有想是行黑叫做什麼？有例外是不是？你知道嗎？有的事情不一定就會真對你想的未來發生啊！哈，這聽到可能沒冇法清哦。啊，唔過博清講到一個重點，真見到生5個鐘變聰明，細細睇年段嚟講，因為佢喺地度有5油，烏木竹啊，哈，你會發最貴嘅健康度好，而且它是原食材清厚啊呢。今日嘅主題呢就會哈。魚的料理，你看一下風吹，風吹，我用5個做出來嘅料理，菜苗都嘛咧？梅汁5片，梅汁5片，請教一下，呢出料理有乜嘅特別嘅故事冇咧？今日梅係我自家做嘅吼，你係成年嚟，我袂做梅係點解教樣子，我婆婆可以試，特別我教過去，我婆婆都袂做，所以我都從下食當好食，我從山買來啊！哇！所以鳥不卡嘅梅是那個保生男生的，生子蜜，保生生男哥哥嘛從山買來啊！真嘅哦！我老太嘛從山買來啊！哇，冇梅啊！有一點期待哦，保生男生那邊梅。他們家拜的應該是保生大帝啦。對啊，甚至你可以多吃一點。沒關係的。對啊，你差不多有給法了嘛？哈，可以多吃一點。啊你？啱吃的。不用了嘛，那怎麼會？圓滿了，圓滿了。好，風吹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好，我睇看一下，咱是兩片哦，呢條係做梅哦，唔過兩片，未了蒜甜就上慣哦。係5個係糖醋滷片。朱漢友，你最喜歡吃阿婆這套料理的原因是什麼呢？很下飯，可以吃好幾碗飯。哇，小時候有跟阿婆一起住嗎？沒有，但都唔會隔時間就帶轉去，就會阿婆嗌會生誒。哇，好好，就會做這道料理。那會所以就全部就冇阿婆煮的好食，冇阿婆的米頭。真的。所以兩套料理哦，對佢哋來講唔係比賽，係為咗去煮出到像阿婆的那種感覺，係咪？食到兩路嘅時間是會想到阿婆。因為這是阿婆煮的啦。阿婆係咩啊？用？嘿。哦，你阿嘴妹就講你哦，有信心冇？有。比賽。用煮都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大家開始做咯。哦，這個就是保證是啥用來的梅，係嗎？來，他今天只準備1、2、3、4、5、6。我聞到兒子的味道。有嗎？有一點感覺，我有感覺了。有哈。有，肚子好像在動，有猜動了。它顏色很清純呐。用幾多年呢？你拍有6年咯。6年呢。成年呢。我哋開始醃魚。我先滷一下係嘛？我叫老亂。你叫全蛋嗎？全蛋。成年的梅子啊，哈，保證是用來耶。啊，可是少奇哥，你會不會很想要女兒哎？想啊，對不對？都是想啊。那你不要再吃梅子了。因為邊個嘅係乜？想餅糖。餅糖啊。我這個帶餅糖啊，你蜂蜜。蜂蜜。甜啊。哦，所以叫酸，叫甜的係嚇自然的一個甜梅。然後調油。哎，體質白看到有人滷肉用碰通哎。好像是哈。對啊。還沒聽吧？看到。所以這個想法是什麼？沒有保證生子。哦，保生大帝。對，保生。我倒落去黏啊。那痛須地位都污些的嘛？可是我有問題，那個梅中那個梅子水要加進去嗎？梅子水要撈一些落去嗎？等下愛。有梅水要撈一些都5個地板嘛？家下師傅要點啊？
哎呦，差不多讲来就会饮品。冻牛哎，嘿，咱系冻牛那的。牛的商途到碰通就强哎，这个吃炒菜了冻螺旋，你们家的那个妹妹啊，孙女要小心哎。该麻烦。我用半薯粉，哦，番薯粉。要剖起来吧。用面粉也做得啦，我不卡做就用面粉啦。哦，但是你等下抱家，我先测一下温度哦，我等下个都转来哈。好，我要变到一扎的哦。哦，可是抱哎，舒涵妹妹，你有结婚了吗？结婚，还忙。有男朋友吗？有想生儿子吗？可以。哦，有想吃对面的。有糖多，应该有记下来了。对，先老给偷袭的啦。你俩下，该地位都系嘛个卤哦。卤啊卤。卤要先老给切片的哦，从俩地强中。了解。你根本什么给都要不敢我等你讲哦。这个是示范呐。要示范的啦。我等你讲。阿婆喊很凶的是一堆沙西米。哦，阿婆，你懂台风哦，你讲你是切下台片呢。对啊。给干嘛个妹妹拿来舒涵？然后自己弄的。这样别个是吗？对。我还没出手。哎，那你给嘛个梅种吗？做乌醋。嗯。呀番茄酱。这要。酸条。你要切多大？薄一点就好。薄的。舒涵没懂会做料理耶。你切很好。哦，今年用的是卤来煮啊。我就卤还多年20冇人出手啊。哎呀，它贵呢。哎呀，贵唔怕。哦，阿婆要开始煮了哦。好，我们先过去，等一下够多的了哈。上片在这里。哇，婆都按讲哦，好像甜不辣哦。哎咯，鱼片，鱼片啊，鱼片。所以按用看起来两片都是用5片，差别就係個挑梅。迄可能好了，好嘞個啲。比如放起來叫佢起出糊哦。等下有搬去回鍋炸嗎？你只愛下落去煮。其實來看吉良沙感情安好，兄妹這樣，像你也是有個哥哥啊，吉良沙在洞群啊哈。用對面。啊，對面而已，吵架都會給人家聽到呢。會有。配色很漂亮，好漂亮，而且我們的好大隊哦。你還特別讓你報名嚟節目嘅，你要先讓你講嗎？你這舒涵，給你來騙出來。啊，對面而已，吵架都會給人家聽到呢。會有。這加挑油啊，跟我吃飯啊，懂旁邊。反正的，咱飯碗講啦，飯碗翻嚟啊。今後呢？好，那等下給我調米就好哎，係嗎？調米就好。哇，太白粉，配色很漂亮，好漂亮，而且我們的好大隊哦。好，我們差不多了，過來哈。不用看，阿婆 tomato 醬就先落去哦。對，好在阿婆蘑菇加嘅片你粉的啦哦。你剛才讓我緊張了一下。因為 tomato 醬就難料嘅哈。阿婆你要試味道哦。好。其實來看阿婆，你用 tomato 醬來做糖醋哈，做不舒涵選愛去定凍小雞。那小朋友就很喜歡吃 tomato 醬啊。因為它凍定一下啊。韓國機特別讓你報名嚟節目嘅，伊就先讓你講嗎？要摸下個好啦。你說舒涵給你來騙出來。阿婆，早晨來啲散步哦，就來出水。本來想逛夜市的。對，就夠。放得好。哦。在這裡。啊，阿婆，你要唔講人生呢？啊。一喊就保留個5P啊，所以看起來什麼沒動好看。對，這真的很棒。有5P 來當個香。我吃一下米頭哦。好，這樣差不多。你來倒數誒哈。好。煙草馬上倒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係吃困難最杯米館，用下嘅食嚟會變出名嘅變出料理來做下戰備哦。因為用5來編發，兩組其實做選擇都蠻像的，所以呢，我們是來吃看那諷刺一個包生子的梅汁魚片，吃看那，懂
嫩呢哦。在下可能提起關係之後，就係用乜水，所以記得好啦，兩位師傅做建議啊，全部做落去。哦，我做那樣講，比新子師傅做還好食咯。真的非常好吃，這份的嫩，各位嘅梅嘢，真然當好食，酸甜嘟嘟好。我婆婆是懂好用那种弄给小朋友吃，这样延续都挨了，挨就木本挨笋了，该都是，因为也会怕他们刺到骨头，所以我常常买这种鱼，挨黑按切片哈，腌一腌哦，沾一点地瓜粉干煎哈，撒一点胡椒粉，所以你在盐呢是按吃懂好吃了。这个蘑菇头，蘑菇头啦，主要是蘑菇头啦。好，咱推嘅阿姐哦，没事都动腔里哦。清河生米头鱼好。還有咧，是經常愛食啦。係啊。阿婆有鹹辣嘅咧，好吃，梅子很脆耶，我没有想到那么脆，我以為會像剛剛那一道綿綿，哦，結果它的好脆，很好吃，就是吃完魚再吃完它又有種清爽的感覺。哦，等下攞去完全阿婆兩頭料理糖醋鱸魚片，哦，給佢攞先。人家根本懂咱的，而且阿婆哈，以下中亚嘅糖醋的部分，我觉得它的酸甜又更明显了。然後是這個，因為阿婆吼，嘅鱸魚係自家切的，所以幾好準備下太片，它的肉質哈噴掉，等到椰須之後可以吃得到魚肉裡面的那個鮮甜的那個魚的汁啊，非常好食。完全了解中馬家蘇涵講哦，阿婆說中亞嘅飯後生意全部都搶得來食，因為真的。這份的好食，小幾個人知道好食嘛？好食都想要做 Andy Apple 的孫的嘛？加工冇中央嘅吃的，在這個口感是冇中央。就咁冇中央。阿弟都說我講給它酸啊，還差那麼一點點。好，這一道菜就夠了。就有辣。哎，這一道菜它的酸甜度是抓得剛剛好了，很好吃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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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李明靜，你知道咧？伊咧鱸魚係酸。應該係淡水魚啊，係啊，我食到是有個含有魚的味道咯。哦，愛啲。不過真好食啦，但搭配起來啊，比剛剛的有味道。我真緊要感謝一下阿婆呢，因為佢本身哦最好食嘅咪係糖醋，無論係糖醋鱸魚啊、糖醋排骨啊，糖醋就係小朋友最好食嘅料理。係啊，最好吃。我講蘇涵，你知道阿婆做嘅糖醋鱸魚點辦呢？好吃啊，當然好吃，從小吃到大。嘿，你看，但肉哦切到暗盤哦，我嘅地背度含有嘅 tomato 嘅香味，我覺得看得出來阿婆對呢一套菜有用心，無論做嘅好也唔好，全部係對蘇涵嘅愛。到底師傅營養版嘅評分呢，大家都看哦。緊張嘅時間到誒，因為用嘅呢兩組都用暗好食，而且我們這邊還有第二次來挑戰的參賽者，都在神經用班，資料師傅搶本分數，風吹一分。好，等下話阿舉師傅搶本分數，藍吹一分加油！資料師傅搶公平。先講風吹那邊啊，風吹那邊第一個梅嘅真言當曉，真件係人嘅秘密武器。我再來聽人米線咩調得當好，但是呢有一些較可惜的地方就係，人嘅哈，我建議哈，同樣溫糟粉去炸會較酥。你講要加一些酥嘅香嘅米線，講人嘅肉又按嫩，米線又按好，可能可以拿出去賣啊你啊，吼，也係我嘅想法。啊，藍水那片呢，嘅炸得當好，啊，醬料嘅話就係啲同埋多種老糖冇炒多。好，所以我知道有些大嫂，我再來聽一點就會，這個酸吃，我係因為酸吃本來就做唔到魚的調教，較好不地位，越好不標，就越唔會有一些糊塗的米絲，因為加濕到係有一些糊塗的米絲啊，所以我現在風吹，謝謝。好，我阿舉師傅來講，哦，兩組呢，這個每套都懂好，適當呢就懂難評分，我要本藍推兩片呢，係主題係魚嘅。佢葡萄嘅速度啊，還有個低度嘅魚嘅水分就保持住。適當呢按用嘅魚肉嘅主題，比較符合。對呢片呢，味道我懂好。就像嘅李師傅講嘅有老嫩，按用炸起來冇按熟啦。唔過味道懂好哦，嘅梅子啊，香味都懂好些，是冇？好，兩組列出料理呢都好，做煮按有一些鹹酸甜的米湯，兩組都可以得到 Q&A 成績，馬上出來頒獎咯。
耶耶耶！今日两款的比赛结束诶，两组都得到很好的成绩，两组都会打头名。现在恭喜彭翠得到前5年的加彩金，恭喜！恭喜！哦，咱这里片面是打头名，所以得到1500K的加彩金。哇！好，先来谈过那彭翠哦，金米姐，第二摆参与的行政样板老太请讲一下。当饭鱼啊，第一摆参加哈。就要學到師傅頭先煮嘅臭豆腐啊，今日前好成日都是日前好啦，按切一塊細塊咯哈，所以我第一擺嚟參加得到了先至嘛前歡喜啊，新聞大家，新聞主持人新聞。按兩擺係講有時要將來發展老五土地位哦，做得。所以結果第二擺第一擺嚟參加，有兔妹妹共下來，心情樣辦，老太茶分享一下。也心情非常的歡喜，有再次來參加嘅節目，當歡喜也學到你有嘅甘於食過嘅菜，同個師傅煮嘅臭豆腐。你特別煮嘅臭豆腐按台地，按第擺煮到臭豆腐按台地，口感口味完全就是冇同樣啊！今晚嘅師傅也希望你嘅鄉親對煮菜有興趣嘅人，也再多多嚟參加。咁打廣告。哎呀，先生係來呢類打廣告啊，每天都全家的都懂得講法。嘿，有哦。發現他們兩個口才都很好，而且拿出來又係成年的梅子。錯。真的。機會講話咧。對，我本來還想說問甚至你要不要轉票這樣。OK 啦，好。好，咁我最會講話豆芽片，我看一下阿婆。係見邊嘅千華億，看到人家的客家天才嘅。越南美女哦，都要本來就學落經驗，啊當歡喜，我看係咪要機會夾過來嘛？有哦，當然有哦。天公你就做來誒。係啊，希望阿婆。感覺都很優秀。好，然後節目讓分享一下哈，讓阿婆共下來心情係樣辦。就想講阿婆平時。对，妈妈注意，来给出来，这边学习一些新的料理。阿婆有欢喜吗？有，上欢喜。有哈，有哈。有好嘅笋啊。真奇。你看，咱特別是報名，但阿婆好來增加冇共用嘅更經驗，也讓人生更有故事，係冇？有沒有什麼話想跟淑涵說？什麼愛淑涵啊，按上到還有好阿婆。當阿婆當初退休，真係不靠可能做飯嘅嗬，等下出嚟行行聊聊，經驗嘛。希望你哋。對，青島呢，係你一家之主嘅這個忠實觀眾，後來參加比賽過後呢，處理全部都 up 過。故說呢，有請睇次噶，你最緊要來報名哦，兔兒啊，心愛人啊，兄弟姊妹阿公阿婆呢，共下來啊，大位啊，來感受一下現場煮菜嘅種魅力。冇唔錯，所以你要喊小馬嘅咧，記得打電話報名參加。一家之主，等你共下來呀，大位分享有冇開好米絲來打鬥西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阿婆喊耶耶。